过来看伊在高中的美术欣赏请以前，伊喺台北待业。不过当年如果同爷妹呢，回到苗栗公馆去老亲戚，唔单止同家族的感情过好，对客家也引来引了解。伊还会同客家文化艺术的美感，喺上课的时间同学生的分享。第一个，你们就是要去想想看，你们用什么材料，你们可以用这种比较视觉化、图像化的方式把它给画下来。 课堂上用心的教同学做东西，也借各种视觉课教课会先生请以前，除了讲解和画图，安尼学生嘅会较加就学校，和镜头教室地图行来行去教学生嘅，同家长就像係朋友用嘅。因为老师年轻也很年轻，然后年纪就跟我们很近呀，对，所以就蛮像朋友。 实作的方面比较多，然后老师就是会常常来协助，就是很愿意协助，就不会说只是给一个主题，然后大家不知道方向。我觉得教学很好的地方是因为它包含了很多很知性的一个层面，那然后所以那个层面的话，就是不但你可以跟别人分享，然后自己的话也会有所成长。 从小喺台北待业請以前，家媽媽係苗栗公館嘅客人，行做生意家下當然出家都會轉去家家婆婆家吃。唔但請甘住按多不卡意，感情按好按放樂，未對客家族留下嘅動情嘅印象。因為我外公的哥哥，他是以前早期在石牆那一帶嘛，住在公館，在過去石牆那一帶，他們把紅棗就是引進來台灣，在那邊種植了一大片的紅棗村。那然後小時候其實都是常常到這些各個景點這樣子去遊歷。 那所以，我其實是對於那邊的那些印象是覺得非常的舒服。雖然以後生唔過已經有豐富嘅教學經驗，對教幼稚園嘅小朋友到貴中生，無就每個學生嘅畫圖都係其寶貴嘅經驗。人生嘅一隻美好體驗新事物，還是做馬到，唔過也其享受到教學當中同學生嘅交流得到嘅回饋，未希望到客家文化藝術加入教學當中。 安尼學生嘅未會認識台灣嘅在地文化，了解本土藝術嘅魅力。下新聞連經由吳思怡台北報道。